就是啊，居然爬到我们头上了你！一群乌合之众，竟然在羽化山门前为难一个少年。在那儿！方大小姐作风颇有大家风范，谁知手下人竟只会行小人之事，为你们这群下人而杀了8人8鹤，真是不值，不值啊！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敢在方家人前信口雌黄！方烈，有什么不满冲我来，休要为难一个姑娘家。哼，这小子这么弱，还想保护我？姑娘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姑娘，请稍作避让，别和那贱人计较。你叫谁贱人？你的反应如此积极，不说你贱都对不起你。你什么你？难道你长的脑袋是为了显高的吗？哼，这小子如此无赖耍混，倒是好生可爱。才修炼到3重招式境界而已，也敢在我面前狂吠。哦，这小子，看来他天资还不错。你个狗奴才！我爹曾经告诉过我，宁做乞丐，不为人奴。以后你再想欺负别人，不妨想想今天。这小子行事还挺对我胃口。干得漂亮呀！唉，让姑娘见笑了，感谢姑娘的仗义直言，险些因我之事连累姑娘。哼哼，一个5重的傻小子，倒是知恩图报。你叫方寒是吗？对。体格不错呀。啊，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你叫我红衣郡主就好了，我也是上山来求道的。你是郡主啊？那你怎么没带车队和仆人上山啊？谁说郡主就要仆人伺候了？而且羽化仙门弟子个个都身世显赫，我只算一般般啦。对了，刚才你家大小姐赐的灵兽牌需要滴血祭炼，把你的血滴在上面，仙鹤才能听你的话，明白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太神奇了。哎，那灵兽牌岂不是很厉害的宝物了？灵兽牌不过是一件最低等的法宝而已。法宝分为法器、灵器、宝器、道器，还有传说中的仙器。如果你遇到拥有灵气飞剑之人，瞬间就没命了。这么厉害？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，让我开了眼界。小意思啦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，你家大小姐太强横了，杀了毕业峰8人8鹤，他们的人迟早会对你们不利，提防一点吧。我还要到别处转转，你好好喂养灵鹤吧。再会啦。哎，红衣郡主。哒哒哒啦哒。红衣郡主，真是个开朗的姑娘。别的郡主也和她一样吗？这张图真是神奇，虽然还不能为我所用，但却可以在关键时刻收取要挟，保我性命。方公子，
在这边。等等，我先把衣服穿上。你干嘛呢？竟然是你！你怎么总是这么神出鬼没的呀？只怪你自己修为不到家了。我来了半天，你都没发现。这么紧张，莫非你这衣服底下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我自幼在方家做事，从未曾和女子赤身相见。瞧你这模样，像个姑娘一样害羞。怎么，还怕本郡主非礼你这个良家少男不成吗？你好了好了，逗你呢。我才不稀罕看你赤身的样子呢。哎呀，不过你这个不到家的修为，看来以后还得本郡主多多保护你呀。我才不需要你保护呢。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啊，我本来无事在此间溜达，但刚好看到你齐河落在此处，就跟了过来。哎，你说这算不算缘分啊？第一次骑鹤，不太熟练，有点狼狈而已。哎，你今天来这儿，不是为了专程来取笑我的吧？算了算了，不逗你了。不过我确实是来紫巅峰碰碰运气的，看看能不能碰到你。我马上要参加外门考核了，成为外门弟子后就没时间来找你玩了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想看看你是不是还被人欺负。那樊郡主多虑了，现在还真没人能轻易欺负了我的。哼，真的？那咱俩试试？不可，我怎能向郡主动手呢？郡主，快住手！我可不想伤了郡主。方寒，有信心是好事儿，但千万不要小看准外门弟子的实力，否则可是要吃大亏的。小伙子，我要开始反击了！他居然如此迅捷！谢谢郡主。身手不错嘛，学会偷袭了。哪里？还是郡主厉害！多谢郡主，拜托郡主快拉我上去！你刚才身手如此敏捷，我的眼睛完全跟不上你的速度。郡主，我输了。你突然这么正经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以你现在的身手嘛，普通人确实奈何不了你。不过距离我这个羽化门准弟子呢，还有那么一丢丢的距离。仙门准弟子，果然实力不凡。真没出息，我只是个还没有通过考核的外门弟子哎。起码你已经获得外门考核资格，这外门名额何其珍贵，我这辈子估计都轮不到了。是啊是啊，就算轮到你，你这功夫啊，也未必能通过外门考核。
即使成了外门弟子，上面还有内门弟子，再上面呢还有真传弟子。这修仙之路可长着呢。还有，这真传弟子又分3、6、9等，你家大小姐也还只是个新晋真传弟子，离老牌真传弟子还远着呢。老牌儿？你是说那天那个叫金狮台的？哎呀呀，那个半吊子怎么能算老牌呢？我听说，他只是靠丹药强行提升到真传弟子的。要说老牌嘛，还得是华天都华师哥。华师哥一只手能打100个半吊子。华天都？华师哥你都不知道？也是，你一个守山的家丁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华师哥就住在羽化门最高的天都峰上，成为羽化门弟子，就可以上去见到他了。唉，可惜我连紫殿峰都未必。男人啊，最怕的不是实力差，而是志气短。你要是真觉得仙道遥不可及，那你8成是真没戏了。谢谢郡主的鼓励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会努力提升修为，踏入仙道的。这就对了，肉身境每一层都是身体的一个蜕变，中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巨大。你能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，仅凭一己之力就提升到现在的境界，我是着实佩服的。我也真心希望你能够成为羽化门弟子。以你的天资，若能有仙师指导，修行仙家秘籍，绝对能走得更远。放心吧，就算没有仙师指引，我也不会放弃努力的。弟弟默认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，可都是血腥残暴、杀人不眨眼的。怕了吧？所谓炼制，其实是羽化门长老在炼制过程中抹去了地底魔人的神智，但却保存了他嗜血杀戮的本能，使其成为了一具只知道战斗杀戮的傀儡。怎么样？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先来告诉你们，票都有了，看完好戏再走也不迟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保护我的吗？这小子还真不要脸！你这个木鱼脑袋，考场之上我怎么保护你啊？外国，嘿，踏上漫漫仙路第一步吧。好戏看完啦，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走了吧？放心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你，好戏开始了。至少带把武器啊！可我不会用啊。给。哎呀，真是胡闹！你会没命的。方寒，放心吧。二小姐，你看，真是那个方寒，他还赤手空拳呢。哼，这年头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还真多。臭小子，可别伤得太重了。死了！死得这么快，我还没来得及出剑救。方寒，逃！我的天哪！快看，这个奴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？臭小子，居然临场突破了，害我引担惊受怕。刀枪不入，就直接用力量让你屈服。这就是肉身第7重内撞击。方寒，通过。这么简单粗暴。方寒，你这个骗子！你没事吧？红衣，没事，有事的话不是还有你保护呢吗？快去吧。哼，净会逞强，你以为就你会表演好戏？走着瞧。哎，这次是个小姑娘，难道我没看错吧？她没问题吧？说她可厉害着呢。
哒哒哒！红衣通过。看来真的是那个红衣郡主，哎呦，手腕高超，名不虚传啊！恭喜诸位，已经是羽化门外门弟子的一员。从今以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大黎镇远侯小侯爷刘康，以后咱们就是同门了。幸会。久仰。哎呀，你俩就别在这儿客气了。上百号人，最终通过考核的也就20左右。新入门的弟子难免会受到师兄师姐的排挤，我们只有同心协力，才能更好的应对。能结识2位，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。哦，我得到内部消息，几日后就会有一场门派历练，到时我们结伴而行，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啊。才过了短若不是大小姐器重他竟然连升2级，我方寒哪里有得了精神？你说他厉不厉害？我终于不负大小姐的重话，方兄不是一般人，成为了羽化门外门弟子。无穷，没想到方兄竟能一一接住他的招式，并且进行3道是灵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可以随。我要快些回去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小姐。方寒，想什么呢？我方才与红衣郡主正聊到你呢，方兄与神力傀儡的战斗，让人叹为观止。不知能否为在下解惑？不好意思啊，2位，我还要回紫殿峰一趟，先行告辞。方兄，红姨，舍得回来了，也是，能被真传弟子亲自教导，可是无数外门弟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呢。仙道坎坷，关键还是要靠自己。这你就不懂了，靠自己固然重要，但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境。外界的帮助绝对不可小觑。你要是想去紫巅峰修行，我倒可以帮你引荐给大小姐。我才不要！你居然已经完全恢复了。很奇怪吗？之前外门考核你临场突破，打完后看你虚脱的样子，还以为你得调养一段时间才能缓过劲儿。都是九窍金丹的作用。没想到你却恢复得这么快，你的资质还真是强啊！要是早点来羽化门，说不定真的能成为内门弟子了。内门是什么？厉害吗？你干什么？我想看看你脑子是不是被打坏掉了。内门是什么门？你知道多少外门弟子这辈子都内门无望？你居然还说内门厉害吗？原来内门外门指的是弟子实力强弱的区别啊！废话。算了，有时间你还是多来清仙院找我，我好好给你讲讲仙路到底有多坎坷。不用了吧？这可是你的特殊待遇，不能拒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傻了吧？这就是修仙子弟用膳的地方。好了，别看了，这儿可不是赏景的地方，我们是来吃饭的。对了，你刚才说，成为内门弟子，比入外门还难上许多，是吧？那是自然，外门不过是个开端罢了。想入内门的话，没有点真实的仙缘资质，光靠苦熬那是根本做不到的。不过一旦进入内门，好处也是难以想象的。简单来说，成为内门弟子就可以修习元辰精神术这种锻炼精神的功法了。
只有这样的功法，才有可能修成神通，明白吗？哦，神通，那个什么术你会吗？啊，你看我像内门弟子吗？如果能成为内门弟子的话，不仅能得到上乘功法，就连你世俗中的家人，地位也会提升到骇人听闻的程度。你怎么了？我的家人都不在了。对不起。啊，没什么。你呢？从没听过你谈起家里的事。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那，你家里其他人呢？我父王成天忙着应付他那些宠妃，大概早就忘了，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剩下的也都是些趋炎附势的家伙，在他们眼里，只有郡主，没有红衣。难怪你总是独来独往。不过，以后不会了。你是我方寒在这世上第一个朋友，今后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。谁要和你一直在一起？你很热吗？哎呀，不说这些了。这儿可是御膳堂哎。哎，哇！这也太神奇了！想吃什么就把食神符丢到水晶池子里，自然会长出你点的饭食。任何菜品经过武器仙锅的烹调，都能元气不泄，去除杂质，成为最顶级的药膳。就算皇宫也吃不到呢。不过就算世所难求，你也不至于吃得这么没有风度吧？这就是仙家手笔，难怪许多权贵子弟梦寐以求，都只是当个外门弟子。方兄，红衣郡主。哦，打扰两位用餐了。刘兄，来，一块吃点。咱们不是约好了要谈关于门派历练的事情吗？啊？是什么门？门派历练？谁让你上次不好好听我们说话，还先走了，活该你一头雾水。无妨，这也不能怪方兄，谁都有些要紧的事情要办嘛。你还帮他说话？抱歉。来，我再详细介绍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我呢听有个内门师兄说，前不久蓝月国使者来报，他们遭到了几股强大的沙匪持续袭扰，请求羽化门出手相救。现在门派已经决定前去帮忙剿灭沙匪。只是些沙匪其实不光是沙匪，魔道的人才是幕后真正的鬼手。这些妖孽早就垂涎蓝月国的玄金地脉，而玄金地脉是凝练羽化门8大神通之一，大自在玄金剑气的绝好福地。长老们都很重视，故而立刻答应蓝月国的使者。重点是我听说如果外门弟子能在此次历练中表现良好，就能立刻获得内门弟子考核资格。这对于我们外门弟子来说，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！真是想睡觉就有人来送枕头。哪有那么容易？我听说这次参加历练的外门弟子数以万计，这样的好机会怎么能轻易落到我们3人头上？既然刘兄来找我们商量，想必就已经有了应对之法。知我者方兄也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有一个好兄弟，我亲王，人我可是给您找来了。这就是你所说的高手？正是。保亲王有所不知，这2位都是外门考核中实力不俗的弟子。外门不俗，
红衣郡主我倒是听过，他身法诡秘，手段层出不穷。但身边这位，却不曾听说。哎，这位叫方，这个人我查过，他不过是龙渊方家的一个家奴而已。什么？哼！我让你带高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包子傲，怕是其中有什么误会。方兄在外门弟子考核上可是大放异彩啊！不过一个刚入外门的奴才，也敢攀附我大德王朝的高枝？奴才，方兄息怒，想要在历练中有所收获，必须养人鼻息。我自有妙法化解其。刘康，还是让这个奴才赶紧滚，别扰了我们的雅兴。方兄，再说一遍。是白剧，九霸龙拳。红衣郡主万万不可冲动，贸然出手会把事情搞大，反而对方兄不利。况且方兄戾气确实太重，总需要磨砺一下。这招倒还算敏捷，被你用起来实在是糟蹋了。风雷斩！糟了，既然躲不开，那就硬拼。好机会！千人吊杀！哎！方寒，包子傲，你慢着，红颜，我没事。你二人且息怒，接下来交给我。这个仗势欺人的包子傲，还有那个刘康，他刘康也是为了我们顺利完成历练，只要人没死，就有翻盘的机会。翻盘，你还要打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也看到你们现在的差距了，根本没有半点机会。不，那宝亲王说的不错，我现在太缺乏实战经验，所以，红颜，你一定要帮我积累足够的实战经验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。红颜，好吧，本郡主就勉为其难帮你一次。哼，你一定要打的那个包子傲满地找牙。好，只要你不把我打死就行了。打死可还行？用剑杀我，千万不要留手。茫茫秋雨愁杀人，瑟瑟箫声奏亡魂。孤峰独饮凄凉夜，一人一剑断鬼神。这就是我和7重巅峰高手之间的真实差距。再来！欲速则不达，你认为再来还有效果吗？好，明天再来。拿着。
仙境第8重神勇，旧骨复新机，生魔御万敌，肉身达极致，神勇势无双。难道这小子又破级了？你居然又在战斗中突破，从7重内壮境突破到了8重神勇境。是啊，但没有你，我做不到这些。谢了，红衣。你知道就好，不过谢就不用了，谁让我罩着你呢？比起你，我现在修为比较高了，以后还是我保护你吧。别以为你修为高就了不起，经验上还差得远呢。我刚刚是手滑了，不服再来。别了，明天就是集结出发的日子了，我们啊，还是各自回去好好休整一下。你，法海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你身世背世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红衣，我没事，害你担心了。现在你没事了，我就放心了。红衣，其实我的事情确实有不便言明之处。不必多言。修仙之人，谁还没有点秘密？坏了，还要解救这些同门。方寒，你先莫急。如若他们醒来问之，你要如何解释你的血能救人？我视你为知己，深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你用血救我，我自然不会追问到底。可他们必会追问。还有你杀了红粉太子，收红玉剑之事，你又要作何解释？可是，红爷，他们都是同门中人，我怎能见死不救呢？莫师姐已死，不能复生，其余人只是被毒晕，暂无性命之危。越是这关键时分，越要理性行事，切不能为救他们一时，害了你一世啊！方寒，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。不过方寒，那袁剑空逃走了，必定会搬救兵回来。你我已在此逗留多时，恐怕他们就快要到了。即便其他人可以置之不理，可这刘兄却不能不救。可刘康他……既然你不打算要这些宝物，就留于我吧。况且你杀了红粉太子，可是能得一枚阴阳万寿丹的。刘康，你怎可如此厚颜无耻？方寒救你一命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，索要起宝物来了。哼，红姨，你说谁无耻呢？我劝你好自为之。似乎是你们先隐瞒了秘密在先。袁剑空早先让我来监视你们，我还不信。不过，倘若我将这些秘密禀明袁师兄与华师兄，你们恐怕就……你身上是不是还有件收飞剑的法宝？你也给我拿来！你们！红爷，你……方寒，刘康这种势力奸人，绝不能结交。我早就看出他的豺狼之心。今日我若不动手，他日必定酿成更大祸端。修仙之路千难万险，一步走错就是万劫不复。杀伐须果断，切不可有妇人之仁。好一个兄弟之交，不想人心竟如此难测。是我太妇人之仁了。红爷，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修仙之路历经千险，唯有实力才是永恒。师父，我必不负你的众望，修成仙道，我也定要成为那一代魔帝。方寒，前方有高人临近，速速离开。
那些飞剑，你有相中的吗？我分一些与你。那些飞剑你先收着，即便给我，我现在也不便使用。等历练之后，咱们再做打算。也是。这些飞剑现在确实不便使用，等我们回去再细细打算。不过这趟历练之旅，着实让我懂了一些道理。哦，说说看。修为虽是根本，不过比修为更重要的是仙缘。然后呢？我这一路走来，最重要的几次转折，都是得贵人成全。幸得法宝，踏入羽化，逐练晋升，斩杀红粉，全都是受人相助，得人成全。这就是仙缘。你说的对，方寒，你比我们初见时更为成熟泰然了，你的仙缘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现在已经很好了，你就是我最好的仙缘，因为你，我才能这么快速的提升。好在，修仙的路还很长，今后我定要护你毫发无伤。方寒，你定是会有大仙缘之人。啊，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说，大小姐，大小姐。哎，你看那个跟他缠斗的红衣怪人，那不就是长老说的那个天狼小真人王墨林吗？原来这个妖孽被方师姐给拦住了。哦，我说眼熟，你刚才那一缕就是……我在羽华山外曾遭遇过这种黑烟，幸好我身上有宝物护体，才侥幸收了他一搏。没想到七煞皆出，竟如此厉害，可攻可守，进退有度。诸事记里记载，七煞葫芦乃至尊腰藤上采摘下来的，是同天机至阳所一样的宝器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是至阳之物，一个是至阴之物。葫芦里的天狼七煞烟更是非同小可。哎，素闻你家大小姐年轻才俊，两柄幻化紫电阴雷刀虎虎生风。这次不知道你家大小姐是否能为山门再得一筹？方寒，你干什么？这是高手对决，刚才红粉太子只不过是个巧合，跟这个可不一样。哎呀，你现在过去就是送死。你放心，我有宝物护体，那烟只会被我身上宝物收了。现在可是七煞全出，威力非同小可，万一射不中，你就死了。我自有分寸，你快去躲起来，我不能让大小姐见死不救。王墨林，你休要猖狂！血脉魔衣，方寒！水雷翻波，华石矣；龙雷大作，天罡出。射令雷舞，女阴盛；霹雳纵横，山石落。天地赤下，奉行令，神威一发，斩神魔。雷帝真君，急急如律令。神通五重天人剑，
时间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红爷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哎呀，你什么你啊？我没事儿啦。你看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？刚才担心死我了，你以后不能这么冲动，太危险了。知道啦。快看，你们家大小姐突破天人境了。天人紫电，阴雷闪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通5重天人境？神通5重天人境，果然厉害。这个天王小真人王墨林死定了。红爷，你快来看。红爷，红爷，红爷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骗我？因为我说过要保护你的。男子汉不成活。红爷，你这个傻瓜！大小姐，你能救他吗？红衣生机已断，我也无力回天。方寒，你当我钻进来，我全是你唯一人，我知你心有所属。如今我将去矣，不能再保护你了。我，你叫我红衣郡主就好了，你干嘛呢？这么紧张？遇到你之前，我身边皆是像方烈那样的势利小人。学会偷食了？同辈间还得等郡主多只见过尔虞我诈，你家大小姐人间险恶。直到遇到你，红衣郡主，不论身份，与我同辈相交，推心置腹，让我方寒知道人间不光有恶，还有如你这样对我好的人。你要控制剑，不要让剑束缚。而如今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为了保护我，遭遇魔道毒手，却无能为力。惦念之人，远如隔天；念我之人，伸手之间。可这近在咫尺的距离，我却不曾向他伸出手去。红叶，轮回之喜，必不能洗去对你的记挂。若有来生，我必会护你周全。方寒，你二人舍身救我，助我突破天人境，才险胜那王墨林。此一举，我已记下。我在此免除你的家奴身份，待历练结束后，再让家父收你做义子。从此，你便是我方家之人。
你父亲的牌位也可入我方家祠堂。你这一系血脉，都将不再是奴仆之身。至此，我终于摆脱了奴仆身份，成为和你平起平坐之人。只是这愿望，却是踏着红衣的尸体实现的。以后你便随我一同修炼吧。谢大小姐。方寒，人死不能复生。瀚海沙漠环境凶险，那王墨林只是遁地逃走。什么？此地不宜久留。我要斩杀王墨林，为红衣报仇。好，我也正有此意。王墨林受此重创，必会去地底的玄金地脉疗伤。你随我同去地底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不，我要先去趟南岳城，那里有众多本门弟子，我要先让他们将红衣带回羽华山，这样他的婚礼才能安息。然后再去斩杀王墨林。既然世上有善恶，便不能再放任魔道肆虐，继续为恶。下是漫漫的时光，花雨飘，拥有你未曾离开的模样，有点遗憾。那时的我们都不够勇敢，都等着对方先开口讲。你是否会想起一抹红色的温暖？大漠中，监狱下，少年已变得勇敢。握你的手，却没有回头看我的目光。你爱着他，我早就知道。舍不得我的月光，我将回到初次相遇的山脚，千万年轮回的寻找，永生的你会不会想？